真侪人会趁过年连假出国佚佗，尤其台湾人爱去日本。即摆有一个好消息是，2月初1今仔日开始到2月29，去日本北海道东北地区10个特定机场，旅客伫桃园机场申办预先通关，到日本了后会当省袂少时间。桃园机场候机室，日本入境检查员当日替要去日本的旅客进行预先通关入境审查作业。台湾旅客飞到目的地，只需要搁再确认身份，抵那了后就会当快速通关。入境事先确认措施上路头一天，旅客拢感觉真方便。还不错吧，就蛮方便的。现在去日本人很多啦，所以如果去那边现场用的话，通常会排蛮久。如果可以省一些时间的话，还不错。方便啊，就是按指纹跟检查那个入境的一些单子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那你大概花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农历春节伫要到啊，为少民众安排出国，因应春节旅游的高峰，桃园机场甲日本政府合作，推出台日入境机场事先确认审查作业，让旅客去日本前，利用等待登机的时间，先进行护照的确认、面部的翕相，也佫有指模的采集作业，大大缩减到日本机场等待入境审查时间，加速完成通关。10个机场，12个特定航班，在1个月的期间，我们预计可能会至少有超过6000名的旅客能够得到这个服务。桃机公司表示，只要符合前往日本登机停留的旅客，包括囡仔，只要有登机证甲护照，拢会当伫桃园机场申请日本入境事先确认。目前日本方面提供办理境外预先通关的机场，除了函馆以外，也有旭川、秋田、仙台、花卷、山形、福岛、新社、小熊、高雄等10个机场。那日本入境预审作业的流程时间是2月初1至29。记者综合报道。